講真，而家出面啲薯仔牛柳粒100幾200蚊一碟，不如自己整好過。呢一隻澳洲新薯都幾好食，又乾淨啦，個皮又薄，又夠甜喎。切完粒之後就可以浸淡鹽水，浸走啲多餘嘅澱粉，令到佢食落去更加爽口。之前買過幾次嗰啲急凍骰仔牛呢，全部都勁劣質咯，一係就散收收好似合成肉咁，一係就勁蟹勁韌。所以而家索性買啲牛板腱自己返嚟切粒算。切完粒之後就可以加啲生抽、老抽、糖、黑胡椒、白胡椒同埋生粉落去醃下佢。麻油加咗就香啲，但如果你話減緊肥咁都可以唔落嘅。揦到啲牛索晒啲汁之後，就可以加啲生油落去封一封個面，跟住就醃佢半粒鐘。呢個時候索乾啲薯仔，加啲鹽、蒜粉同埋油落去。咁自己屋企煮，一來就係想慳錢，二來就係想食得健康啲，所以我係氣炸啲薯仔嘅。同埋屋企炸嘢呢，時候真係抹到戇鳩仔咁咯。咁佢氣炸到咁上下呢，就可以開始煮啲牛啦。煎到佢焦香之後，就可以灒一灒酒啊。咁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話呢，都可以唔落酒嘅。跟住就加埋啲薯仔落去啦，你睇下幾咁乾手淨腳。跟住又再加多啲黑胡椒落去炒香佢，炒多幾下之後淋埋啲蜜糖落去兜勻佢就食得啦。話說最近想試下喺電腦度學剪片，有冇人有啲簡單易用嘅 program 可以推薦下？如果本身已經有啲靚字型咁就 perfect 啦。